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色列唔停战，继续攻击加沙地区，要称度哈马斯的势力。以色列嘅军队即马是表示，因会甲加沙分做南北两部军。因为以色列即马有官员是向媒体表示，对加沙走廊发射核子弹，有可能嘛是选项之一。这个发言引起争议，即马伊随后以色列政府禁止伊继续参加政府的会议。 以色列初五暗时有关一直攻击加沙，暗时天顶一直当看到爆炸火光，除了空袭，各为地面侵入加沙，要包围伊斯兰武装组织哈马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利初五表示，在军队的包围之下，已经把加沙切断做两个部分。כוחות צה"ל בהובלת סיירת גולני כיתרו את העיר עזה. הם הגיעו עד לחוף הים בחלק הדרומי של העיר עזה, והם כיתרו את העיר עזה, ובעצם היום יש עזה צפון ועזה דרום. 以色列连续2天表示，在固定时间开放人道走廊，佮一摆呼吁加沙北部民众向南部撤离。英国耶路撒冷事务甲卫生部长埃利亚夫说，在接受广播电台访问的时阵，表示无完全满意，暂时对加沙的报复规模。各地主持人提问之下，认为对加沙使用核武会是一个选择，和加沙民众是真激动。 يتفرجوا يشوفوا الدمار اللي احنا فيه كل يوم بنضرب علينا قنبله نوويه يوم بنضرب علينا 这个话出来引起各种争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办公室马上发表声明，表示埃利亚胡的言论脱离现实，已经命令他暂停参加政府的会议，一直到进一步的通知为止。在加沙，大港受到攻击，市场已经发生欠各种物资，唔但无电、无粮食，佮欠水用，民众甚至去用海水来洗物件，也是啉。外口送过来粮食无够，真侪食物拢用不过期，有关无法度送去有需要民众手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在约旦的会谈了后，短暂停留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讨论建立海上人道走廊，为海路提供人道物资给加沙平民。另外，为了防止中东局势恶化，美国佮侦探的公布俄亥俄级的核动力潜水舰的状况。相片显示，潜水舰打要通过埃及开罗北部的苏伊士运河，警告包括伊朗等等各方势力的企图是真明显。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